停止血压，让青山去平复那昏黄的伤。一句誓言，苍天为证，快意恩仇的较量是破除的坚强。我以为江湖有多远，天涯竟然在我眼前。我以为我水有3000，却载不出一个圆。一生闯荡，侠骨柔肠，酒杯中不下隐恨的风霜。一纸荒唐，天各一方，是谁一生吟唱，爱恨两茫茫。我以为江湖有多远，天涯竟然在我眼前。我以为我水有3000，却载不出一个圆。如果再相见，你是否接受这沧海桑田的句点？将军，末将愚钝。现在我关宁铁骑仅8000余众，再加上各部兵勇，仍不及5万之师。倘若是正面迎敌，损兵折将不说，只怕功败垂成啊！既然如此，将军何不请朝廷火速派兵增援？朝廷现在正忙着平定内乱，指望他们即刻派兵援我辽东，时间太过仓促，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将军凡事为大局着想，真是难为了将军。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派人盯紧敌军的一举一动，以静制动。倘若敌军胆敢正面来犯，我们也只能玉石俱焚，殊死血战了。启禀将军，山海关总兵满贵参见。什么？满贵？他怎么来了？末将满贵参见将军。相公，你看，这是我们的儿子啊！住口！议事厅内只可谈论军情，不可言说其他。来人，山海关总兵满贵擅离职守，拖下去斩首！将军。相公，满贵将军是我跟孩子的恩人，你怎么可以不问青红皂白就下令杀他呀？如果没有满贵将军，我与孩子早已经死在那些乱军的手里了。是啊，将军，凡事得先弄个明白再说。不要再说了，现在敌军直逼长城脚下，满贵身为山海关总兵，竟敢擅离职守，这犯的就是不可饶恕的死罪。启禀将军，末将死不足惜。可是末将扪心自问，尽忠报国，什么时候临阵退缩过？末将不服。大胆！相公，我带着孩子北上，遇到了逃窜的叛匪，幸亏及时遇到了满贵，要不然我和孩子早就丧生在乱刀之下了。之后，满贵将军更是舍生忘死，一路护送我来找你。此恩此德，你怎么能不报呢？无论什么理由，满贵触我军法，若不依罪论处，叫我日后如何服众？来人，拖下去！将军开恩呐！将军开恩呐！方才夫人所言极是，即使满贵将军真的擅离职守，也是为了保存将军的血脉，罪不至死啊！丹丹啊，千万别跑太远啊，爹一会儿就回家了。爹，你每天都写同样的字，烦不烦啊？写一遍就好了。哦，爹知道丹丹最乖了，自己去玩，好不好？好，去吧。小朋友，你叫丹丹吗？嗯，谢谢。你看我这个竹蜻蜓漂亮吗？漂亮。送给你好不好？谢谢。先等等，你得先帮我办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
把这个锦盒交给你娘。我不认识你，我娘不让我跟陌生人说话，我怕我娘骂我。难道你不想要这个竹蜻蜓了？那我就先走了。等一下。丹丹真乖。娘，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丹丹，这是谁给你的？我不知道。你快说呀，到底谁给你的？娘，我又没做错什么，你那么大声说我干嘛呀？你快说呀！我不认识那个人。丹丹别怕啊，雨雷啊，孩子到底做错什么事啊？用得着这么大声骂他吗？为什么都10年了还不肯放过我？都10年了。哎，雨雷！爹，你帮丹丹问问娘，丹丹到底做错了什么，惹娘生气了？好，丹丹，爹帮你问问，你自己玩会儿啊。嗯。既然将军忧心国事，那就更不该斩了满贵。满贵他骁勇善战，如今正是用人之际，将军万万不可意气用事。若要斩了满贵，只怕军中将士心中不服，请将军三思啊！住口！你们都起来吧。满贵，罪将在。此次饶你免死，速返出地，戴罪立功。末将遵命。另外，派人护送剑内犬子，抓紧时间赶回关内。还请将军容禀，为了夫人和孩子的安危，还请将军暂时将他2人安置在驻地的府内吧。满贵，你还敢抗命？末将不敢。但是最近敌军为祸日消，边防各个关口时常有战事发生。若在此时将夫人和孩子送走，沿途一遭不测呀！什么？9000岁吉兆，难道平静的生活对我来说只是遥不可及的妄想？喋血江湖才是我最后的宿命。不，我不能放弃，我绝不能放弃这得之不易的幸福。雨雷，相国，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我有事儿出去一下。去哪儿？你别问了，我去的地方，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你是我娘子，你去哪儿？难道我都不该问、不能问吗？你我夫妻10年了，为什么你总好像有很多的秘密不愿意告诉我？因为我不想让你讨厌我、嫌弃我。很多事情我不想让你知道，是因为我怕你知道以后会给你带来麻烦。雨雷，娘，你去哪儿啊？带我一起去。丹丹乖，和爹留在家里。娘，你每次出去都带着我，为什么这次不带我？娘，你是不是不要我了？不要乱想，娘怎么会不要丹丹呢？我没有乱想，娘，你不带着我，你就是不要我了。娘，你别不要我好吗？我以后乖乖听话，不惹您生气了。如果你真的不想惹娘生气，就乖乖的陪着爹待在家里。如果娘真的回不来了，等你长大了，替娘照顾好爹，照顾好你自己。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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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娘还会回来吗？爹，你快告诉我，娘还会回来吗？爹不知道，
铁盒里列在名册上所有的人，必须都得死。想从本座手中夺走铁盒的人，更是一个都不能活。季玉莲拜见9000岁。10年不见，别来无恙啊！9000岁，您和鬼影柳叶多年未见，想必有许多话要说，非短告退。起来吧，你是本座的座前爱将，无需行此大礼。民女不敢起来。在本座面前，你还自称民女？别忘了，你可是本座亲自赐封的神机营第1位女千户。起来吧。10年前，我就已经不是了。什么意思？今日前来，是想将这令牌奉还。你想退出神机营？望9000岁成全。要不是因为你，本座也不会得到先皇的信任，成为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9000岁。你一定还在生气10年前本座把你当成了一颗弃子吧？玉莲不敢。其实你错怪本座，本座知道你武艺高强，一定能够全身而退。所以才要你配合本座扮演了一场刺杀先皇的假戏。10年来，我曾经派人四处寻找过你。玉莲，本座真心的希望你能够给本座一个补偿的机会。9000岁言重了，您对我有养育之恩，玉莲不能不报。既知如此，为什么你还要退出神机营呢？本座待你可不薄啊！您对我恩比天高，玉莲不知难忘。当初要不是遇到了我，你怎么可能像今天这个样子？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嫁了个如意郎君，还有一个5岁大的可爱的女儿。9000岁，我知道一个家庭对你来说有多么重要。我也是希望你能够幸福。你不希望你的如意郎君和女儿遭到不测吧？相公对我的过去一无所知，而丹丹还是个孩子，请9000岁放过他们吧。玉莲，你又错怪本座了。本座是真心希望你能够幸福，可是幸福要靠自己去把握。这样吧，你再帮本座办一件事，事成之后，你就可以去过你原来的幸福生活了。否则，可就不好说了。9000岁分明是在威胁我，若不听命，相公和丹丹必遭不测。难道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吗？落魄江湖再惊醒，除妖心系两中卿，10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免。长公，这就是您要找的人。长空无名躲在这儿练剑，倒是挺会找地方。久闻长空大侠的醉剑独步江湖，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我练剑的时候最好靠得不要太近，我不想伤着畜生。长空大侠，太刻薄了吧？今天要不是为了满足大侠的心愿，我才不会冒这个险呢。有话直说，别在这里拐弯抹角。哼，那好，我就直说了吧。久闻长空大侠习武成痴，想找尽天下所有的高手分出高下。正好，
我那儿就有个叫血刀的绝顶高手，我想，长空大侠一定非常有兴趣，会一会他吧。哼，这要搁在以前，我还真有点兴趣。我长空无名找遍天下高手比武，无非就是想知道失败的滋味。可我现在一切都想明白了，胜负不过是过眼浮云。我不想再找谁比武了。这我就不明白了，是什么让长空大侠如此转变？因为叶红影，是叶红影让我理解了侠者合一。叶红影，不错，我败在叶红影的剑下，败的是心服口服，是他让我看清了一切，也找回了自己。我们现在已经成了知己的朋友。你居然和叶红影成了朋友？岂止是朋友，是过命至交。好，既然如此，那你就更应该找血刀比武了。什么意思？实不相瞒，血刀奉了9000岁之命，要除掉叶红影。十分不幸的是，叶红影之前刚刚遭到暗算，身中剧毒，应该他的功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如果这个时候血刀找到他，叶红影只怕性命难保。真有此事？绝无虚言。叶红影现在何处？京城不大，应该很好找。什么？长空大侠，如果你想保住叶红影的性命，那么你最好在血刀找到叶红影之前，先把它解决掉。血刀在哪儿？这个在下可以帮你找。明天5时，城西小树林，带他来找我。哼，好戏开场了。你喝酒吗？杀人之前，滴酒不沾。在杀人后呢？对酒狂歌。那从此以后，你就不用喝酒，也不用唱歌了。见过你，在折剑山庄我见过你，你是战天云的徒弟。战天云的那个徒弟已经死了，现在的我叫血刀。此人武功阴毒，看样子我还得认真对付。你想杀我，保住叶红影的狗命，真是痴心妄想，自不量力。
能为知己者死，长空无名，死而无憾。江湖再迥形。老爷，你要我准备的都备齐了。啊，有劳夫人了。真没想到，皇上贵为一国之君，居然连宫里的东西也不敢随便吃。要不是我家老爷经常偷偷的往宫里送吃的，皇上啊，他早就饿死了。魏忠贤那狗贼，狼子野心，不得不提防他在皇上的饮食中下毒啊！待会儿你们二人打扮成随从的模样，随老夫一起进宫面圣。见到皇上，你们尽管说，把魏忠贤残害忠良的罪行一五一十的禀明清楚。孙伯伯，那你也带我一块儿去见皇上吧。任苑，别胡闹了，进宫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哪有那么容易的？再说你还是个小孩儿，听姐姐话，乖乖留在这里啊。可是我要把坏蛋害死我爷爷的事和害死东林书院那么多人的事都要告诉皇上。任苑，放心吧，任苑，我会把东林书院的事情禀明皇上的。哎呦，待会儿见了皇上，你真的会指证魏忠贤的种种罪行吗？我会的。可是，他是你义父，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不会再做一个愚孝之人。无名，你认识他？他是我的朋友，我必须救他。不行，你听我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可是他还活着。小心！保护孙大人，快走！好，姑父，怎么？真没想到，这两个人居然搞到一起去了，哈哈，越来越有意思了。这次我非把他们和魏忠贤挑起来，都敢你死
在我身上留下多道伤口。以你的资质，一定可以找到破解他招数的破绽。这穴道是谁？他是。你想告诉我什么？吴秘书，我什么都明白了。又是我那个义父干的好事。放心吧，我会去替你报仇的。什么？你说叶红影居然还活着，而且还和那个老匹夫搅到了一起？是的，的确如此。而且这次刺杀孙伯瑜不成，都是叶红影从中作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叶红影三番两次跟本座作对？啊？难道他一点也不顾及往日跟本座的父子之情吗？9000岁，这孙伯瑜是当今皇上的殿前宠臣，而这叶红影知道的事情又太多。如果他们二人联手，在皇上面前搬弄是非，恐怕……没有真凭实据，他就是到天王老子那儿告状，也奈何不了本座。啊，是啊，没有真凭实据，谁也奈何不了您。可是9000岁，行了，本座想一个人静一静，吩咐下人备酒菜到我房间。遵命。说的没错，没有证据，就是天王老子也奈何不了你。不过，万一这真凭实据被人给拿出来了呢？你还能一手遮天吗？什么？又有人要害老爷，而且还是在大街上？一定是那魏忠贤派来的人。这个狗贼，简直是目无王法，无法无天。姐姐，那英雄哥哥呢？英雄哥哥怎么没跟你们在一块儿啊？刚才太混乱了，我们走散了。那怎么办啊？英雄哥哥会不会遇到危险？我现在就找他去。不行，我绝对不能让你去，太危险了。可是姑姑，说什么都没用。你是杨家唯一的血脉，我绝对不能让你有任何意外。青儿，咱们就在府里等等吧。红影武功高强，相信他一定会平安脱险的。同人，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从我见你们第一眼开始，我就认出你们来了。咱们在折剑山庄见过面，对吗？不会吧？我不认识你，我才第一次见你。对呀，什么山庄的，我们没去过，不知道。嗯。有没有认错？你们心里有数。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究竟怎么进了这里，但我想我可以帮你们。你越说我们越糊涂了。唉，我就是怕你们两个糊涂，所以特意指点你们一下。在9000岁的府里面有个密室，密室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铁盒，铁盒里面有一份名册。真的有密室啊？密室在哪儿啊？那个密室里面机关重重，一般人是进不去的。如果硬闯，触动了机关，必死无疑。啊，真的那么可怕？那当然，我们是同路人。不过我要提醒你们的是，到9000岁的卧室里去偷龙袍和皇冠，可比去密室里偷铁盒要容易多了。
我们两个真的不明白你想说什么呀？你把我所说的话告诉叶红影，就什么都明白了。相公，他是不是知道咱们俩要偷龙袍的事情啊？难道他真是同路中人？如果不是同路中人，他肯定不会放过他们俩的。接下来怎么办？努力吧，我们先去卧室看看。跟不跟我？先把你出去。啊？不是，我们俩一块儿。你们俩来的正好，都找你们半天了，去哪儿了？我们去柴房。柴房，怎么又是柴房？大白天的去柴房干什么？赶紧的，把这2壶酒啊送到9000岁房里头，记住了啊，好好伺候着。嘿嘿。哎，来。哎呀，这本座满上啊！本来是满的，你这给弄洒了。来，快9000岁，快点的。喝。满了。满的，快洒出来了都，快赶紧的，喝。满了。干。抽刀断水，水更流。酒入愁肠，愁更愁啊！哎呦我天哪，什么味儿？我那真心待红颜，为什么换来的，却是他一次一次的背叛？这是要唱啊？哭呢还是乐呢？哎呦，真是啊！我本将心照明月，岂知明月照沟渠呀！哎呦我天，这眼泪！9000岁，来，喝了就好了，快干了，我们等着你呢，快！哎，喝了就好。9000岁，俗话说得好，一醉解千愁，你多喝2杯不就不愁了吗？对，喝醉就不愁了啊！好，说得好，一醉解千愁。对，来，快，喝，干呢！咦，怎么又不喝了？不想喝了。你不想喝不行啊，都倒上了，多好的酒，快喝呀！对，勇敢点。来，一会儿我捏着鼻子，你喝一口，啊？干了。喝。不喝。不是，你这逗我们玩呢？快喝呀！杯子太小了，我想换个大杯子呢。哎呀，大杯子就别换了，要不拿酒壶。哎，对，别拿杯子，这多痛快！来，拿这壶，来，9000岁，来，壶，来对准，嘬，哎，来，是干。你陪我喝。我哪会喝酒啊？我不能喝酒。你不喝，我也不喝。行，那我陪你喝。9000岁，待会儿咱们这样啊，咱俩喝完以后，他再来个助兴的，胸口碎大石，绝对刺激啊！不醉不归。好，你先干，我随意。干，喝，我也喝，好。痛快，真痛快，
我也不至于喝一壶酒啊。赶紧，拿钥匙。嘘，快！哎，这儿呢。9000岁。洗不了。无名兄，我叶红影对天立誓，一定要为你报仇，绝不能让你就这么走了。糟了，钥匙！岂有此理！来人！这可是我师傅送我的你信物。什么记性啊？自己藏的东西居然找不着，白费了半个时辰了。赶紧的，快点！行了，我肚子难受极了，我这一天拉多少遍了啊！哎呦，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哎呦，别提后边啊！行吗？怎么样？不行，我现在必须找个地方痛快。不行，咱们出去再痛快吧。不行，万一在天上痛快了，地下人受得了吗？哎呀，我求你了。那我给你找个地儿，走走走。把那2个狗贼给我拿下，碎尸万段！全部赶紧跑吧！咱们就没命了！姐夫，大师兄，叶红影，快走，我来断后。好。不就是那个铁手臂的怪物吗？真的是呢，大师兄，他的功夫可怪。他就是那个雪刀。对，雪刀。他就是雪刀。这个人的背影怎么那么熟悉啊？啊？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的背影你熟悉，这不奇怪。二师弟，江有北。久违了叶红影。我以为你断了一只手之后会明白一些道理，却没想到你不思悔改，投靠了魏忠贤，甘心情愿当他的杀人工具。你没有资格说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人应该是你的义父，你也替他杀了不少人吧？那是因为我当初是非不分，才被他利用。所以我不希望你一错再错，免得将来后悔莫及。就算我错，那也是被你逼的。二师弟，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叶红莹，闭嘴！你以为你还杀得了我吗？我不再是从前那个江小北。哦，对了，那个酒鬼长空无名的武功，应该不错吧？还不是一样死在我的手上？哼，想报仇吗？来啊，你们俩先走。受死！你们快走！你为什么只守不攻？想找出我的破绽吗？告诉你，我没有破绽。二师弟，回头吧，别再逼我。黄花随风，尘缘未落地。铜镜离墨，胭脂红灯远方，一路烟雨迷蒙。月落无声，照一世浮萍。千回百转到了曲终，还不见你的踪影。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不忍拆封。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不忍拆封。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也许我的心只有你才会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还不见你的踪影。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不忍拆封。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不忍拆封。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